后来继续来到桃园的八德，20号暗时10点外，有一个少女伫咧要转去的一路上，互一个可疑的男子甲对。这个男子甚至是挂手套，离这个少女愈来愈近，就要出手咯。好哩佳在有住户看到，甲喊声甲阻止。因为附近有袂少的学校是引发到民众的惊恐，警方讲会加强巡逻。查某囡仔背手机仔准备回去，不过后壁一位查甫人却用手笼掠过来，看到民众发现无对当，用酷酷扫小心，爱查某囡仔注意，尾后爱去赶紧入去到社区内底。查甫人敢若无听到，随紧走。出了店门口之后，那男生也是戴着白手套，然后就一直跟随这个女孩子。他发现到。这小女生后面跟随这个男生行迹非常可疑，所以当下这个邻居就有大声呵斥一下。伫这个画面，较早的时间点，原来查甫人走到对伫咧查某囡仔后壁，对差不多50公尺，对到人兜门口口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大早市暗时10点半，桃园八德区的社区大楼，一个差不多国高中年纪的查某囡仔要登去处理，所叫一位青训查甫人偷偷对伫咧尻川尾。当地里长将监视器画片铺上榜，提醒民众爱惜你，买注意家己厝内囡仔。是常常在里上出没的人吗？其实不熟悉，陌生，算是相对陌生的。我们知道这件事，我们总干事有处理。事发地点的附近有国中、国小，有几若间幼稚园，厝边头尾有带真侪囡仔。如今传出青训查甫人关中少女，和附近的民众拢心惊胆吓。你会不会觉得还蛮恐怖的？会啊，当然会啊，要不然就多住一次周这样。将持续调阅周遭的监视器来查证男子的身份，以约制其行为。如果涉及不法，将严格查办。无判查某囡仔将做目标，关中事件互当地民众拢着清惊。警察接到报案，已经介入了解，嘛强调会针对附近加强宣传水，维护治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